復星管家有兩大功能，對我哋老人家都好好。一個係傾偈聊天健康諮詢，另一個係 SOS 緊急呼叫，對我哋都幫助好大。而家介紹一個緊急呼叫俾大家睇下啦。復星管家，你好，我係復星管家，有乜嘢可以幫到你？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呼叫已收到，請耐心等候。長者語音呼叫成功後，復星管家會有以呼叫提醒。復星管家呼叫中心收到警報，工作人員會即刻響應。呼叫中心會發起視頻通話，發起成功後會響起復星管家來電鈴聲。復星管家來電，當長者接聽後，呢度係復星管家呼叫中心，請問有乜嘢可以幫到你？確認需求後，呼叫中心就會即刻聯絡緊急聯絡人，或者撥打消防處救護中心。呼叫完成後更新狀態，工作人員會記錄存檔，全程專業而且熱心。媽咪，我近排好忙啊，冇乜時間陪你。阿仔，放心啦，復星管家會24小時睇住我㗎，唔使擔心。緊急呼叫留於危急時用，請勿濫用。我係你嘅復星管家，隨時守護你。歡迎查詢，電話係69315274。